南投水里有一间老旅社，为开业到今，拢要保留原形。虽然疫情的影响暂时关起来，也毋过等到过后会过来开放，而且一间带一暝价100块，全台湾找无遐俗的呀。 100块，你像内底嘛吼，嘿，100嘿。你无听唔对，这间老旅社的房间住一暗无限人数，只100块。虽然唔是高级饭店，唔过简单清气怀过60年老旅社住一暗只要100块。伊一只第四档在内底看，送啥，方便啦。 看到这个房间，嘛，互水里的乡亲想到缅怀过去。60年前，这个单人房，搁用互做是翻啊间。这是早期的我们的什么？这现在所谓的胶囊旅馆啊，早期它叫欢乐间啊，所以我看到这个就可以感受到当初水里那种繁华，然后贩夫走卒来水里那种繁华的程度。60年旅社的环境维持真好的怀旧品质，若有机会来到水里，嘛会当来这体验看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